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2號。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小米裁員。小米終於扛不住了，開始裁員。我想大家在網上恐怕看到很多新聞，有媒體報道小米持續裁員，但是小米好像也發了一個公告，想告訴大家這個裁員沒有那麼嚴重，就這意思啊，是正常的一種調整。但是怎麼解釋也無濟於事，因為大環境、大行情就放在這兒。何況資本市場早就已經暴露了小米的底氣。今天咱們一起聊聊小米裁员。財經網7月10號它一篇報道叫小米分批持續裁員，涉及手機、汽車等多個業務部門。咱們還是看這種正規媒體他是怎麼說的。財經網他說，近日多名小米集團員工向財新透露，3月以來公司分批啟動裁員，涉及手機、汽車、互聯網、國際部等多個業務部門，覆蓋研發、測試、產品、市場等崗位，裁員比例不一。據財新了解，裁員目前仍在繼續。小米回應財新稱，存在正常業務的團隊調整，但沒有所謂的規模裁員。這就是他的官方回復，這裁員這是有，但不是大面積的、大規模的一刀切，整個部門切掉，不是這樣的。那相當於就優化唄，說優化大家就明白了。調整。一名小米北京員工告訴財新，從今年4月開始，部門領導開始和員工商議裁員事宜，被裁的員工集中於6月離職。據其了解，賠償方案皆為 N+1。他還透露，自己所在的部門裁員比例約為20%，20%的比例也並非按人頭計算，而是整個部門人力成本的20%。按這個成本算，那就不一定是20%人了。那你要把這個部門的總裁給裁掉，那一個就夠了，其他人不用裁，網過散人不用擔心，你呢也不用被裁掉。但是如果他按人頭裁，是吧？那他一部门100人，那就裁掉20個人。如果按成本裁，对吧？那就把這個部門的頭和副頭兩個一把裁，絕對夠了。上述員工進一步表示，具體裁員方案不同部門有所差異，其所在部門傾向於裁撤項目成功率低、貢獻少、工資水平較高的老員工。你看看啊，還是剩下了老員工。這老員工不就是35以上的嗎？所以你看这個什麼地方的各種政策，最後都是對這種35歲以上的不友好。你想這個單位幹到老，但不好意思，沒有這樣的單位。你稍微遇點困難，就要裁員。一裁員，你看傾向於裁撤項目成功率低、貢獻少、工資水平較高的老員工。裁老員工並不會顯著影響部門業務進展，但更容易達到降本目標。那你裁老員工，對吧？老員工該裁，那你頭也得多裁一點，對不對？小組長這些。另一名被裁員波及的小米南京員工告訴財新，其所在部門員工數量已從40餘人縮減至10餘人，也減掉30個了。裁員範圍覆蓋從應屆校招生13級到部門負責人18級。看，果然裁部門負責人。各級員工 HR 向他提供2個離職時間選擇，按較早時間離職可獲得 N+1 補償，若在1個月後離職，則僅能獲得 N 的經濟補償。離職前可正常休完年假及調休假。3月開始小幅度裁員，4月底到5月初開始爆發。該員工告訴財新，財新從一名小米中層處獲悉，管理層於4月23日被要求梳理提交裁員名單，初定裁撤比例約為30%，但後續沒有完全推行，那也快了。你看名單30%，估計這個怕影響太大，一刀砍掉30%，你留到年底再砍一波。這玩意裁員不能這麼玩，你現在先裁一小波，年底再裁一小波，分2波，這樣動靜小一點，媒體關注的少一點，網上輿論就少一點。再輔助一些手段，卡什麼卡？你到期了不給你續，給你更大的壓力，給你布置了做不完的任務。就像《三國演義》上面是吧？周瑜想殺諸葛亮，這個諸葛亮下 KPI 10天造10萬支箭，那肯定是造不成的，對不对？諸葛亮說3天，他就借箭，就是搬運，就跟网国散人一樣的搬運。那這樣的很多員工他完不成，那他只好走，压力大，不要把自己搞個抑鬱出來，是吧？网国散人的搬運，別把自己搬個抑鬱出來了。因為我決定每一期的罵，而且不定期的，不知道是什麼地方，而且把罵你已經跟節目融合，這叫讀完計劃，你搬吧，我要讓你這個人渣出名。上述小米南京員工稱，其去年所在的部門曾擴招外包員工和应届校招生，本轮裁员中
外包已基本全部清退，25届应届生裁撤超过一半。另一名小米南京员工告诉财新，其所在小组目前裁员比例近20%，已經被裁的3名員工中有2人為應屆生，這個是專門裁應屆生，為啥不裁老員工呢？一名在裁員前主動離開小米的應屆生告訴財新，近年吸納的應屆生學歷情況高於公司平均水平，認為大量裁撤應屆生的行為比較短視。上述南京員工則告訴財新，新入職應屆員工人力成本並不低於部分老員工，這也挺有意思啊。你小米那就說明他在擴招，你知道吧？盲目擴張。那你招新員工，你居然比老員工還貴，那你急着招幹什麼呢？招完這個又裁，這不就是盲目擴張嗎？對吧？你以為你是搬運是嗎？像网购散人那搬運不要成本，那叫盜竊。不過也有2位不同集團职能部門的員工告訴財新，其所在部門沒有裁員。其中一名應屆生告訴財新，小米給校招生提供1年績效保護，並配備業務導師。儘管目前工作壓力較大，但所在部門氛圍積極。小米近2年員工數量大幅增長，這是盲目擴張啊！小米2025年財報顯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小米員工總數56531人，同比增長22%，而2024年員工總數46426人，較2023年35116人增長32.2%。上述小米北京員工認為，本輪裁員潮與網上熱議的 AI 替代人力並不相關，那就說明他是業務不行了唄，不是那種不像那個什麼亞馬遜還有什麼甲骨文是吧？他們好好的把人給裁了，是節約錢去 in 什麼 AI 算力，但是小米不是，那是為啥？那肯定就業務不行。大家最後發現，有些情況下 AI 不如人力好用，無法在業務上完全替代真人，那就搬運唄，你超搬。所以像这个网国散人这种就是应运而生，就去抄搬運，都不用動腦子 ，AI 都不用，要什麼 AI？上述被裁小米南京員工也告訴財新，公司領導曾在週會上要求員工積極使用 AI， 但後續開始限制使用各種成本較高的大模型。我知道為啥，因為這費錢。5月起進一步限制 token 使用額度 ，AI 工具推廣效果有限。我現在用那個 Grok 或者 Gemini 做圖。做2、3張，做3張，他就說額度完了，要我付費。但是這個它是免費的，它就有一定的額度，你用完了，它今天就用不了了。他給我2個選擇，要麼就等到多長時間，它就重置，你又可以用了；要麼就升級，就是交費。我以前說過，因為它還沒到那水平，知道吧？我現在也在練習這個。我發現 Gemini 做圖啊，確實比這個 Grok 稍微差點。我僅僅說做圖，其他都不知道，咱只是實話實說。做圖這塊 Grok 感覺會好一點，或者是我跟他配合的好一點，我不太清楚。反正 Gemini 做出來就有點像什麼漫畫那種風格的，畫風不一樣。這個 Grok 做出來確實有點電影海報那種大片的感覺，但是這玩意都得慢慢去配合，因為它第二張圖做出來根本就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樣。那個 Grok 所有的涉及到字啊，裡面標題上的字它就會出錯，有的時候出來是日文，亂七八糟不知道什麼玩意。你說讓他改，剛剛沒了，額度沒了。那你說要掏錢這玩意，我做張圖或者我做個節目還頂不上這張圖值錢呢。上述小米北京員工還稱，本輪裁員潮波及範圍較廣，雖然企業在擴招 AI 人才，但新增崗位不足以填補裁員帶來的人員缺口，存儲成本飆升，汽車出貨不及預期 ，AI 投入增長下，小米一季度營收、利潤表現均低於市場預期，單季錄得營收991億元，同比下滑10.9%，同期經調整淨利潤為60億元，同比下滑43%。其中手機、大家電板塊營收均出現雙位數下滑，市場悲觀情緒已體現在股價中。自去年9月下旬新品發布會達到區間高點以來，小米股價自每股60港元一路下跌，目前已下跌近60%，市值蒸發9000億港元。摩根大通提出，公司股價已接近底部，但在內存價格穩定或海外電動汽車業務有所進展之前，難以有推動股價上漲的催化劑。7月10日截至發稿，小米股價報26港元每股，漲3.6%。這個是財新網關於這個小米分批持續裁員，涉及手機、汽車多個業務部門。
果然啊，我記得我們前幾天呢，在這個胡適節目專門講了一系列的，就是互聯網大廠的黃昏，壓力如影隨形，從這個馬雲夏天插秧，雷軍過早是吧？吃麵，雷軍變成雷仁勳，結果在网上引起輿論。華為把所有的带戒的都給註冊了，美團的王興滿頭白髮。他說他一股都沒賣，王興說上市沒有減持，那美團的股價也是跌得稀里哗啦，比小米還慘，過山車。所以咱們是還有劉强東是吧？幹啥？所以我們做了一系列的互联網大廠的黄昏，他们压力特別大。結果你看今天網上就各種這小米裁員的消息滿天飛，是吧？這個怎麼說？互聯網大廠也是壓力越來越大，這些創始人壓力大，那下面員工日子不會好過，這個大家能理解吧？什麼原因？其實簡單，我們具體說小米什麼原因。小米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第一個，它主要業務就3塊，當然還有其他業務，我不太了解。主要的大家熟知的就3塊，第一塊就是手機了，這是它小米起家靠的就是手機。但是手機大家知道嗎？最主要是手機的內存價格暴漲，好像這1年就漲3倍是吧？這2年內存漲了多少錢？首先，我們從資本市場來看，小米目前處於成立以來最冷熱焦灼的戰略拐點。為什麼這麼說啊？首先，它的業績是大幅下滑。2026年1季度財報顯示，小米營收同比下滑11%，淨利潤暴跌43%，主營業務面臨增收不增利的困境。第二個是市值大幅蒸發。我們一直說資本市場是最敏感的，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我記得雷軍是曾經做過半個小時的首富是吧？那一天是小米的股價創新高，應該是去年，可能60多塊錢是吧？還是多少？我不記得了啊。反正就那半小时裡面，雷軍是成了中国首富。雷軍也有可能是中國目前為止是保持首富時間最短的首富，也是創紀錄，就半小時。但是跟那個時候比，小米的股價已經跌了一大半了，跌了2/3還不止。你看3/3不止，那時候60多，现在只有20多嘛。小米股價從年初，今年年初還是40多，截至7月10號收盤跌至25港元。年內今年半年它就跌了36%。你要從去年最高點算起，那慘不忍睹，資本市場信心受到重挫。這就是雷軍他為什麼着急啊？過早，對不對？他沒辦法，他逮着什麼學什麼，他搬那個什麼保時捷搬成米世捷是吧？人家前面設計個进氣口是吧？哎，他也有进氣口。人家进气口是因為發動機散熱需要是吧？哎，他搞個进气口是因為人家有好看，完了那玩意都沒有功能，不實用，對不對？他純粹就是好看，人家有他也搞一個。你說這搬運跟网国散人一樣，你搬運搬得過分了，搬1200多條，他專門搬你的。那雷軍他給你壓力大，你想他5萬多人，好，他3條業務線，一個是手機，這個大家都知道，作為小米的基本盤，面臨前所未有的供應鏈和市場雙重打擊啊。一個是供應鏈這邊，供應鏈成本的失控。2026年1季度 AI 需求暴漲，導致存儲芯片價格失控，在手機物料成本就報幕表中佔比從10%到15%瘋狂飆升至30%到40%，1TB 的閃存成本從200塊漲到600塊，這導致終端低端機型賣一台虧一台的極端現象，就是賣的越多虧的越多。這手機賠錢，現在本來手機是小米的拳頭產品，米粉不就是因為手機才喜歡上雷軍嗎？結果它的供應鏈它的成本越來越高，因為內存漲價，沒有辦法。而且內存漲價還不是說明天後天就能解決，有人說後年這個錢都說實話都讓那誰賺走了 ，SK 海力士、三星。這美國有消費者開始告 SK 海力士和三星了，巨額天價賠償，說它是壟斷。但是這個官司能怎麼樣不清楚，總之人家在告了，對不對？確實，你說他們利潤太高了，他的利潤一高，把下游你看小米這種立馬就歇菜，這是它的供應鏈成本失控。它也不像蘋果，它筆記本是吧，還有 iPad 是吧，漲價了。就蘋果這麼牛，因為它是 iOS 系統是獨一無二的，你想你喜歡你就只能買它的，就這樣人家照樣消費者開始罵這個蘋果了。下漲價，美光 diss 這個蘋果，說我們給你賣的可沒漲那麼多，是你漲的那麼多是你自己，我們50賣給你的，你500賣給消費者，好像是有這個事，我記得不太清楚。也就是說什麼意思？連蘋果這樣的人的这樣的企業，它漲價的困難是吧，都遭到別人的這個吐槽。那你說小米拿什麼漲價呢？它敢漲嗎？你漲那好，
那人家菊花不漲，OPPO 不漲，对吧 ？vivo 不涨，那你市场就没了。所以为了止损，小米被迫砍掉低端手机20%的订单，并被迫对红米啊，是吧？就各种产品提价，涨10%，涨100到300提价。但是它这一提价，这性價比，小米是以极致的性價比而著称的，对不对？它这一涨价就完了，削弱了其赖以立足的供应鏈性價比。人家人设就是极致性價比，结果你直接冲这儿来刀，就像那个挽国散人一样的，他人設就是搬運，做大自然的搬運工。小米手機出貨量如份額暴跌，受消費不振以及成本壓力影響。根據有關機構數據顯示，小米2026年第一季度中國區出貨量僅870萬台，同比暴跌35%。一季度小米手機在國內暴跌35%，市場份額從19%降至12%，國內出貨量甚至跌出行業前5。大家知道，這次內存漲價受損失最大的就是那種低端機，因為低端機它本來它就沒什麼利潤啊，壓得非常低，結果那個內存漲個100塊，你就賠100。你要低端機漲價，那誰買？沒人買。你漲價，我明年買，對不對？我還再堅持用1年，還能怎麼着？消費者只能這樣，所以這個廠商就倒了血霉。那這是手機行業，大家都知道，那受內存漲價，你說什麼時候解決，什麼時候結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改善，更不知道。那第二個就是汽車業務，關心背後的巨額燒錢與渠道割裂。雖然小米與蘇七現在銷量還不錯，據說一個月還3萬輛，預期這個鎖單24萬輛，這表現還挺亮眼的。但是汽車業務同樣帶來極大的壓力啊！為什麼啊？大家想象一下，它這個車啊，因為它的價格鎖定，它這一下把這量的都已經就訂單已經鎖單了，今年1年的單量的鎖了之後，它還給人交付。但是它內層那價格是不停的在漲，車機芯片是吧？也就是到今年12月份，你再把車交到消費者手上，你還按多少錢？比如說它價格不能漲啊，你交給人家的時候，實際上他的車已經不賺錢了，因為那個時候他採購的內存價格不知道漲了多少了，一天一個價，車機芯片價格也在漲。本來它保時米還有點利潤還不錯，結果你這麼內層芯片一漲價，把它利潤吞了一大塊，是不是這個樣子？完了之後，它保持銷量，它還得不停的做各種叫什麼叫讓利，它還得這種促銷啊、大禮包啊，那都是往出倒血，那都是會削弱它的盈利，是吧？降低它的利潤的，沒有辦法，要不然你這個銷量你保不住啊，人家跟你一樣的車，人家也搞超跑車，造的跟你一樣，賣的比你便宜得多，那你怎麼辦？所以大家新能源汽車內卷這個慘狀，大家知道，我們做了好多節目。6月份，燃油車和新能源汽車加到一起，國內銷量是下降21%。6月份同比，燃油車跌得更狠，燃油車好像跌了39%，新能源汽車跌9%還是10%？那新能源汽車6月份也是跌的。今年前半年新能源汽車啊，國內銷量都是跌的。一個行業在萎縮，在國內是吧？它在萎縮，那你說在這種叫傾巢之下安有完卵？銷量在萎縮，整個的盤子在萎縮，你小米再厲害也能怎麼樣？萎縮，盤子在萎縮，完了內層的價格還在漲，芯片的價格在漲，所以你說汽車業務焦慮，怎麼賺錢？那小米還有一塊業務就是小米之家，就大概賣那些掃地機器人是吧？這玩意兒我不太清楚，什麼路由器啊、家電是吧？彩電什麼的，那玩意兒利潤更薄，那玩意兒就是它就貼牌，應該是小米之家它是線下店的，對不對？它線下，那線下你這要扯到線下的肯定是虧錢。不用說了，對吧？線下實體經濟都是哀嚎聲一片，你跟線下扯上了，那不是擴大虧損嗎？你看渠道止血，大規模關店，為了優化渠道並減少低效虧損，小米集中關閉了2025年1月前開設的低效門店，全國關店超1000家，承擔損失約2726萬元，這就是出血點了。所以說，在這種大背景下，是吧？一個是新能源汽車內卷加劇，銷量下滑，越來越多的人不買車了。我相信啊，現在還不明顯，後年你看年輕人他就不買車，跟現在年輕人不買房是一樣的，他馬上就明白了，因為買個車你就是買了個爹回去了。尤其是小米，它還分期付款，一個月500看着少，但是你要付多少年，對不對？年輕人不買車了，因為那車就是消耗，你想停車費、保養、保險。磕着碰着還要修，完了之後年檢這些費用足夠你每天出門就打車，有個專車跟着你跑也花不了這麼多錢。
所以年輕人未來從今年開始，明年後年恐怕年輕人就馬上反應過來，我為什麼買車啊？買個車每個月都要花錢是吧？我不要車了，出門打車。一旦這種風氣一形成，那你說新能源汽車廠商或者是汽車廠商，那就是泰山壓頂喊。所以說無論手機還是汽車，你看看有一個說能看到希望的嗎？看不到。所以这就是小米它為什麼焦慮，雷軍焦慮，他焦慮是有原因的。為什麼要過早是吧？為什麼要去搞流量？他哪個業務不是承壓？所以裁員是必然。2023年末小米員工僅3.5萬人，而到了2025年底暴漲56531人，2年擴張60%。這2年它擴張的時候，它本來應該縮，這個時候應該縮，它不，它反向擴張。大家沒發現？2023年末就2024年1月份開始。那個時候正好內存是狂漲價的時候，這個汽車業狂捲的時候，它選擇了逆勢擴張，它人數從35000漲到了56000，增加了60%，這什麼概念啊？人數增加60%，這是不是有點盲目擴張啊？結果你擴張的同時是內存在漲價，汽車在內捲，準備要逆風飛揚是嗎？在造車和 AI 擴張期放開招聘，滋生了大量的配套邊緣和重複崗位。但營收增速徹底跑輸成本增速時，裁員變成了唯一出路。實際上，這是對他前2年這種盲目擴張的一種糾正。這還沒有到行業出清，只是對過去擴張太快的一個糾正。冰冷的精準裁員，本轮人員梳理自2026年3月啟動，覆蓋手機、汽車、互聯網、國際4大板塊。雖然官方口徑稱其為正常業務團隊調整，無規模裁員，但實際操作中是以部門人力成本壓價為硬性指標。南京部分配套部門縮編，應屆生裁撤過半，汽車高端銷售團隊近乎解散。網上又有文章叫置身米內，這個事情還從阿里開始了是吧？阿里叫什麼？釘釘是吧？網上一篇文章叫置身釘內，後來有人馬上寫個置身釘外，開始把阿里整得要死要活。後來人家開始要置身美團。現在有人寫置身米內，都是反映公司內部一些問題。校招应届生被當作項目耗材，在剛轉正或入職2個月時即批量優化，直接擊碎了小米的雇主口碑，暴露出臃腫管理的弊病。蘿蔔快了不洗泥，就這樣發展太快。小米目前遇到的困境不是他一家，所以我們要說整個行業，這種互聯網造車或者造手機的都一樣。 OPPO 這個 vivo 這些還有榮耀，它好到哪裡去？好不到哪裡去。說到這兒，我們也想起了蘋果，它车造得好好的，人家也跟他學是吧？也造車搬運蘋果的，做好準備了是吧？几个亡国散人一樣的就盯着蘋果準備搬，結果人家一閃身他不做了，對不對？他的欄目沒了，他不做節目了，亡國散人搬了個空，他只要做好準備搬了。那誰不也是嗎？粗糧也是說好了，蘋果砸了多少億？我記得10幾億美金做新能源汽車，就我記得前年一刀砍下去不做了，10幾億美金打水漂，人家要搞人工智能，這一下把這個腰都給傷了。結果雷布斯一個人苦苦支撐在這兒是吧？一年搞一款車型，就沒了方向嘛。這下面抄誰的？這亡國散人也是的，傻里吧唧的，你盯着一個人抄，一個人搬運。何必？你以為你是雷布斯是嗎？雷布斯盯着蘋果整，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這蘋果粗糧給害了是吧？這應該索賠，應該跟他打官司。說話不算數，都說好了搞汽車的，你要搞了，那咱不就跟後面對不對？就有了靈感是吧？可以搬運。你搞什麼？蘋果17是因為前面是16，所以人家叫17是吧？是這樣說的。人家他也搞個，他賣這個什麼17，是因為蘋果賣17，他也賣17，他前面是14，對不對？中間缺2個，你說這有啥意思？就這麼搬運是不是？說到這兒，今天看了一個新聞，我要插一下，咱也為崔永元說兩句。這個是跟崔永元有關係。崔永元他發了個朋友圈，在網上截屏的，我看好多人轉發應該是真的，截屏的。我估計很多網友也知道了。崔永元發了個朋友圈，他說聲明：最近網上出現了一波冒充我老婆的視頻，本人已向網絡平台舉報，但打不掉。此視頻中，女子胡言亂語，順便帶貨，把網絡時代的沒底線和不要臉演繹得淋漓盡致，偏偏又逢我
被全網封殺，無處發聲，只能發個朋友圈，請看到的朋友予以轉發並闢謠。事實證明，網絡就是法外之地。謝謝大家。崔永元，2020年7月11日。這個女的視頻，我刷的時候看到這女的視頻，這女的在那兒好像義正言辭的在那兒說什麼崔永元什麼國民擔當敢直言什麼一大堆的，好像很支持崔永元，是崔永元老婆上面寫的，在那說，那個視頻我還刷到過。崔永元出來闢謠，晚上出现了一波冒充我老婆的视頻，对吧？此时此刻我太能理解崔永元了。网絡時代沒底線，不要臉，真是演繹的淋漓盡致。這個網國散人冒充我的，他搬運我視頻，搬運到什麼地步？其實本來你看他搬了1年，搬了1200多個，我都沒有這麼發過火。為什麼現在我必須要把它打掉？是因為大量的人，我直播的時候，大量的人跑到我的直播間問我：“你是网國散人嗎？”你說這已經完全的，他影響到我了。這個畜生，還跟結果上有不要臉的2人，一男一女，也是的，不要臉，他媽給不要臉開門，不要臉到家了。他專模仿你，模仿就模仿也不要緊，對不对？你模仿了完，他的粉絲跑過來也是的，問你是那是誰？說我在模仿他，这不是他的粉絲跑來說我在模仿他。你說這真的是，他也標榜自己什麼三觀的那個的，我說你三觀是餵狗吃了吧？有這麼幹的嗎？就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所以你看，崔永元今天跑出來，我就特別能理解。崔永元說，人向網絡平台舉報，但打不了。你看他舉報，我舉報也沒用。我向平台舉報，平台居然他給我禁言1個月。這個搬運的一點是每天我看他搬5個節目，他已經搬了1200多個，我自己發不出去，我沒有辦法，我才用這種毒丸計劃，我要一直要罵到他抑鬱為止，讓他知道這錢不好掙，你可以掙，你搬沒關係，我天天罵他。不要臉的，我一定要罵他的抑鬱為止啊，把他罵出心理陰影，要讓他為此付出代價，後半生他都不得安生。你把人逼急了，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崔永元他沒辦法，他跑朋友圈發一個，希望大家幫他闢謠。我沒辦法，我的節目裡面搬節目對不對？我就在節目裡面罵他主要是影響到我了，這個也一樣影響到崔永元了，知道吧？冒充崔永元老婆，完了之後還帶貨。那個不要臉的這個網國散人，他把我的節目搬過去，他收費，真是不要臉到家。我不光罵他，他祖宗18代我都罵，我每天罵他已經植入了我的節目裡面，所以不好意思，就是影響大家了，讓大家覺得是吧？那沒有辦法，你看我沒有辦法，我跟平台投訴沒有用，那你說怎麼辦？大量的人跑來直播的跑來問，你是那個網國散人嗎？你是那誰嗎？這反過來說我在抄女的2人節目，你不反過來說我在抄他嗎？我是2021年就開始做節目，我從來不看別人的，沒時間。大家知道我每天做，我多的時候做9個節目一天，我哪有時間看別人？所以說這個真是網絡時代沒底線，不要臉，演繹的淋漓盡致。還好咱沒有被全網封殺，所以我就在節目裡面就植入每個節目從頭到尾隨時植入，讓他你搬運吧，歡迎看我節目去模仿的，那反正我在裡面罵他，看了。這樣你心裡舒服，你就看模仿，罵的就是這種影響到我了。如果你是借用，你可以說一下，你說這誰的節目的，他這觀點是這個是吧？他是這個觀點，我覺得不對，或者我覺得對，咱是評論是吧？不攻擊，只是說那都無所謂是吧？他學你模仿你，就像粗糧模仿保時捷呀、啊，太牛了是吧？你問題我的經歷你有沒有經歷過對不對？你幹過啥？你模仿只能模仿皮肉對不对？那骨子裡面的那些我都是經歷自身經歷來。講這些東西，你搞過互聯網嗎？你在互聯網公司當過高管嗎？你講這玩意你都不知道看着字兒，你啥也講不出來，對不對？你就只能模仿。喲，我就特別納悶，你模仿你倒是模仿那個王記者去，他的量都多大，对不對？粉絲多啊！你學他去，對不對？你學一下還有誰？網上很多牛人，對不對？他粉絲特別多的，你學他去，你學我幹什麼？一定要記住了，你這麼做一定會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很有可能就作用在你家人、你的孩子身上，你要不你就等着，就一定会的。壞事不要幹。所以我就把崔永元這個隨便說一下，正好崔永元，你看，所以我今天一看到這個，我簡直這是什麼？今天是什麼季節啊？怎麼都是遇到這情況呢？崔永元也是被這個困擾，冒充他老婆來帶貨，他媽有人冒充我這個，人家反過來說我是冒充他，你說這叫最後孩子小米怎麼辦？那只能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裡算哪裡，对吧？他沒什麼好辦法，因為未来是 K 型發展。K 的向上那一條腿，不是說你有就有，對不對？不是說我投資了，我就是 K 型向上那條腿，不一定。所以我最後還是說一下，這個小米它不是他一家的問題，
你这样手機行業問題是一樣，除了蘋果稍微好點，其他都一樣。如果是新能源汽車或者汽車行業都難，而小米是唯一一個把這兩個集齊的，你說難上加難，明白了吧？所以我一直說，不是你也不能說它不行，說這個公司不是這樣的，它就趕上這個點兒，正好它逆向擴張。但有人就說，那你不擴張行不行？不擴張叫等死，擴張也是個死。但是擴張說不定有機會，它不就是這件事，就是這件事。它不擴張，那相當於我是不是跟 AI 就完蛋了？不玩那你不就沒機會了嗎？所以它必須得搞 AI， 投入或許還有機會，不投入肯定是沒機會，就這麼個事。反正都是賭，難說到一萬的就是難。小米好日子沒過多長時間，現在開始過苦日子了，希望大家適應。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點讚、評論，謝謝大家。